再下来看呢，芙蓉市行人所做嘅传统业白系裁缝屯室内店，也两个头路送做喺马来西亚享用蛮艺术欢迎。尤其上个世纪7人到8人年代，听做一身衫裤表示轻松，也系咱们实现嘅事情。此内在现在市场做生意要用得多，未系过赚钱嘅业白。不过里面偏上多嘅，又到名路发达，民众马嘅路上面去买。裁缝店、室内店也quite难经营呢。裁缝业早路讲拍嘅，讲无人肯来接，但店铺嘅老生路唔做嘅，路会输起来嘅。室内业早呢，在睇10多年前都开始转型，除了屯传统嘅店未保留下来，未开始做太棒出租嘅生意，而屯老业白上学下去。他等古董裁缝车，一个太男人看起来有条本机挺强，而那间裁缝店的头家秦福公。几十年了哦，几十年了要。以下又拿板尺同粉笔，磨大样板，是白头布料红，动手落来发现精准又强。佢拿德国做嘅老剪刀同布料红剪来剪去，看起来轻轻松松嘅种，两下板手一点苦嘅种都好些咧。秦福公今年62岁，14岁是拜师学艺，到今47年。条条下为想要做呢行，全部卡地波嘅长辈有建议，另外看到学裁缝嘅朋友打扮到动派头，未写到佢。開始銀靚啊喂，哇銀靚仔就好似先生咁樣啊講我，嚟做衫褲啦，嚟做嘛，我哎時間就話做衫褲什麼爛嘅，對褲可以做銀靚啊，你講就馬上拿着 bag 就上嚟做咯。對插布起始、量身剪衫褲、訂衫褲，秦福公見款見好，佢當有自信嚟講，可能係佢真有才情，學界比披薩更加夾。多數我哋調試啦，慢慢人教你啦，自己眼講去看咯，係真係教嘢咯，看到佢咯，再嘢有湯嘅咯，一樣簡單啫嘛，冇呢啲看到你沒有湯嘅嘛。20歲從業到今未快為40年，秦福公明到70到80年代，是有一輛聽做嘅衫褲將試行，佢下規嘅芙蓉地區是有50-60間裁縫店。你買衫褲嗰隻 money 啊，傻仔嚟買衫褲，我做當係標準咧，做出嚟真要威風咧，所以變係上班講做咯。但是90年代了後，大量生產韓國家私便宜嘅衫褲更來更多咧，裁縫店一間收片，到尾下都冇人來學師咧。佢俾好多學師仔啊，一隻年代。就係做學師仔嘅，見啊呢人俾人打到見啊，都唔自拋啊，要識見啊，冇一隻嚟滿個國家老細，你係請學師冇冇一隻。呢下間店是塊頭芙蓉市區，一砍頭路選700平台唔單人嘅素材，地背雕定各種嘅布料，算係勉強經營。佢大拍講，呢下冇人來學師咧，實在捱幾久都捱幾久。未打算好咧，隨時來收皮。裁縫店冇得生存係啦，要好貴，不過我哋要留火機，留火機啊，幾過時我哋就少當咯。所以講那個裁縫業吼，塗料片算係夕陽產業。這條橋，夕陽無限好咯，出嚟收木咯。相關係差唔多為關門嘅產業，同芙蓉市嘅舊街路巷新源里磅清店已經傳到第4台，係70萬人嘅老店頭。行業店度看到嘅係各種大大小小嘅機械秤、電子秤，仲係細型嘅磅秤工廠。
台湾新源里和正經要做生意接接為用到嘅收錢，但是80年代馬來西亞政府全面同土兩份單位共計劃，點解是唔得生產用傳統金做單位嘅錢呢？該賣新式嘅房錢，因此頭擺市場是討求嘅路量，該下生意進行好多功德。爸爸以前選在這邊是因為這邊有巴剎，不清楚，可能是啦。以前的人都是圍着巴剎來找吃的啦，以前的人，人口比較多嘛，因為我們修理幫襯的巴剎用的量比較大，比較方便咯。但是天地市場搬走，求嘅路冇人來做冇生意咧。第三台經營者關屋兩兄弟，家庭同屋卡度嘅生意搬做兩下。樓梯關อยู่愛將定路點服務傳統嘅人客，除咗賣錢，未同人客計錢。呢個幾嘅係天海嘅世界線嘛？世界線號，所以講會有無相關嘅市橋係咩？所以講唔同嘅市橋，都同客仔改一改，來方便啲用。韓國阿哥關友上係用烏卡招牌開貿易公司，然後主要進口來做工業用嘅大型秤。為咗拖高期嘅工長度，工人拖做人靠外界大型鐵箱，韓國控制項是標定兩個超大嘅薄秤。拖芙蓉鐵器呢，要見到抗議做嘅羅山葉，然後做係變轉型，像係本來做秤器架嘅新原理呢，然後改做一種工業用嘅大秤。啊，主要係來稱拖拉機、鋼鐵嘅膠，韓國嚟下主要係來做人嘅。唔叫先咧，長期都賣咯。啊，啲參瓷先咧生意啊，佢哋都做咯。啊，參瓷先咧生意做下啲嚟仲幫咯。嚟下在舊本鐵絲台，特定條南模超強嘅關委員今年34歲，將畢業是聽聽阿爸關友上來學做綁秤嘅苗子。轉到辦公室度，那天一張太綁秤嘅相片，關委員當傻批嘅講，一台秤係前個 F1 跑車嘅。每年叫做嘅 F1 比賽賽海，所以叫做上飛機可以天閘嘅架比賽，所以就需要到用到一隻鋼秤來稱叫做嘅叉。呢個後生頭家對我瞄選來成隻不卡嘅生意，未動搖自家想法。我了見下10年輕嘅嚟看90班已經有頭話，轉然去做一隻大秤。一隻唔很企理，你頭話聽到愛一手一腳，要按樣嘅地方將做嚟做出來嘅。面臨關門，可能是係特價羅山葉嘅條件同馬來西亞未相款，但是羅山葉假如後生人嘅新想法，把市場嘅變化同風向，還係有機會再個發展起來。